第25章第14节，因为亲像一人要去外国，就调伊家己的奴仆，将所有的交代因，一个互伊银5000，一个互伊2000，一个互伊1000，各照因的才调就去外国。领5000个随时去做生意，佮趁2000；领2000个也是安尼，佮趁2000。独独迄个领1000个。去就骨地来抗捌伊的主人的魂，过久久，遮个奴仆的主人到，甲因算数，领5000个来去带5000讲，主啊，你交代我5000，你看，我有去趁5000。伊的主人甲伊讲，好啊，好个尽忠的奴仆，你少个已经尽忠，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。通入你的主人的快乐，领2000个也来讲，主啊，你交代我2000，你看，我有去趁2000。伊的主人甲伊讲，好啊，好个尽忠的奴仆，你是少个已经尽忠，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，通入你的主人的快乐。领1000个也来讲，主啊，我知你是严苛的人，未野的所在就要受割。未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，所以我惊，就将你1000银去台伫地里，当你的原物行李。伊的主人就因伊讲，派个贫惰的奴仆啊，你既然知我无野的所在就要受割，未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，就着将我的银下伫钱店。我来时，通得到我的本银甲利息，所以就对伊摕迄1000来，互迄个有10,000个，因为既然有个，要互伊有剩，无个连伊所有个也要摕去。也迄个无力的奴仆赶伫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伫遐没有铁口，家己切去。以上完全是说咱所读伊的话，咱。今日的讲道是郑清平牧师，伊的题目是“敬守本分，尽力而为，各尽其职”。咱请郑牧师。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年我头一摆来到咱的教会，甲大家做伙敬拜，所以我有缘。要强足年11月，我甲淡水国父礼拜堂的爬山的团契真趣味，因有一个爬山的团契。爬山的团契就是食迄个长老的细汉囝婿。甲伊个细汉查某囝咧带，定定招阮去爬山。即个爬山的团契叫做野目五山团契，这真趣味。我对2年前开始甲因做伙去爬山，顶年的11月去观音山，看对即个淡江大桥非常非常的水。咱淡水实在是真好的所在。以后这个淡江大桥若完成通车，咱要去南口，要去机场，要去南部，会通真方便真紧。感谢天父上帝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大家应当拢看过几啊解。这是照着咱的温书财情。来分配责任的一个譬如，圣经底下讲到，有一个主人伊要出外，伊就叫伊的奴仆来，照着因的温书财情来分配，一个5000，一个2000，一个1000，然后伊就出外去。过一段时间，咱毋知偌久，这个主人转来，迄个摕5000。真欢喜，佮另外趁5000，甲主人报告。
主人嘛真欢喜。迄个摕2000个，相反也搁趁2000来到伫主人面前，主人也非常欢喜，大大有乐。只有迄个摕1000个来到伫主人面前，甲主人讲：主人，你是真严苛的主人，所以我毋敢凊彩使用，我挖一个坑甲伊抬起来。即摆这是原封不动，拢无拍家老去。主人非常生气，讲你这个歹过贫惰的萝卜，连摕起生理性都无，所以就甲伊赶出去，然后甲伊迄个1000摕互迄个已经咱的圣经写10,000，就是1万的迄个仆人。这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。咱看到这个圣经内面第29节的所在，有一个类似结论的这个经节，讲因为既若有诶要互伊有剩，无诶连伊所有诶也要摕起来。这节的圣经会通讲是这段譬喻的结论，也是主甲咱讲的一个提醒，也是讲是警告。伫个1968年，有一个美国的教授 Professor Morton， 伊用这节的圣经提出一个理论，就叫做马太效应。马太效应。因为有诶要互伊有剩，无诶连伊诶嘛要甲摕起来。这个马太效应的意思就是，那简单照我的了解来讲，无用你诶资源、温室、灾情等等，你所有诶愈来愈弱，愈来愈无。迄个用诶有伫遐操练你诶温室。也是使用你的资源，累积真侪经验，你有一个优势，就是会通有机会。另外，就是会得到更加丰富的这个成果。这个马太效应，毋是干那伫社会学，后来咱发现伫经济学，也是图书馆学等等侪方面，拢会通来使用。今仔日我直接来讲马太效应，是要甲咱讲，这个效应伫咱的灵命追求、咱的信仰的起造也相款。你若拢无啥爱读圣经，无啥爱参加聚会，后来就愈来愈弱，是毋是安尼？你若真认真打拼追求，亲近咱的主，咱的信仰会哪来哪加添。咱的灵命会愈来愈丰富，这是咱伫信仰灵性的方面的使用马太效应。事实上，咱伫过去初中还是高中读这个生物的时，已经知影有这个理论，叫做用进废退，物竞天择。这较拄则咱讲的迄个29节的圣经。我那真类似，咱即摆看到这个图是麒麟鹿，还是讲长脚鹿？有一个理论讲，这麒麟鹿以前有颔骨较长的，有颔骨较短，总是因为颔骨较长的得到的资源较侪，颔骨较短的麒麟鹿得到的资源较少。后来，这个颔骨较短的都无起来，剩颔骨较长的。当然，咱无一定确定讲这是毋是事实，毋过这就是用进废退、物竞天择的这个马太效应。当咱看到这个经文内面讲到3个仆人，一个得到5000，一个得到2000，一个得到7000。事实上，咱若是去看原文，也是看英文的圣经，
伊毋是写5000、2000、1000，伊是讲5个他连德，2个他连德，1个他连德。这是当时的货币的制度，货币制度。一个他连德会通换6000个罗马的银币。那照咱的福音书内面，主耶稣讲到这个葡萄园的譬喻的时，咱知影讲当时的工资一日是1个银币，迄是真好的工资。所以6000个银币是差不多12年半的工资。我用2万块一个月，这伫即卖的基本这个薪资算真低哈。来甲伊换，那安尼领1000个，也是讲迄个得到一个他连德迄个仆人，伊所得到的价值伫今仔日396万，这毋是小可钱呢。所以伊毋是无得到啥物货，伊的资源原来真丰富。你要甲400万，无论是当时也是今仔日，拢是真济真济钱。总是即个领到1000的即个仆人，伊竟然去甲呆伫咧涂骹，连去生利息的想法都无，实在是真无彩。所以，咱看到即个照着温书栽种的譬喻，咱有哪知影一项，就是讲即个他连德，伊的意思，就是温书栽种。除了是当时的钱的制度以外，原来是温书栽种的意思。所以，咱来看真济即马的节目，就是咧。互真济人会通去参加，甲伊的温书显现美国达人秀，也是亚洲好声音等等。咱甲注意看伊的英文的题目内面，拢有写着他连德之字，就是咧讲，咱即个节目要互人的温书栽种表现出来，当然毋是干那唱歌，阁有其他的才艺，拢会通表现。所以，伫即款的类似达人秀等等的节目的内面，有真侪咱讲素人的歌手走出来。英国有一个大妈，荷兰嘛一个马丁，变做真够显出伊的才艺来。所以，今仔日咱讲的即个譬喻。包括是用金银来表现以外，事实上，伊的意思是伫咱的温书栽种的发挥等等的这个代志的顶面。伫这个譬喻内面，咱检查较无法度了解的部分，就是迄个领5000个，甲领2000个。得到主人因的懊恼，拢同款。我用红字甲表现出来的是，你会发现讲，迄个领5000个甲领2000个，虽然因所得到的，也是讲因的成果无同款，毋过，互主人的懊恼是一字拢无差。今日咱想讲。这个主人敢有公平，就好像主耶稣咧讲迄个葡萄园的譬喻同款，迄个上万来的，你要收工才来的，嘛领一个银仔，安尼敢有公平？所以我想讲用另外一个方式，咱来了解这个譬喻。今仔日柯英超老师有在场，伊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。咱来看看过去柯老师教我怎样，所以我用数学来解说这个譬喻。迄个摕到5000个，伊所得到的做分母，
伊去赚来的5000做分子，安尼得到啥物货？质是毋是？伊的质就是质。所以相反，咱看到迄个领2000的，放伫下面做分母，伊所得到的质2000做分子，相关是1。所以领5000的甲领2000的，伫主人的心目中，相关拢有价值，因的质拢有显现出来。总是只有迄个领1000的，伊的分母是1000，总是伊的分子是0，所以伊是无价值的。柯老师安尼会使无？较悬咱来讨论。咱搁进一步来讲，你就是才艺还是文术，好亲像无遐个丰富，准讲是100。你若认真努力，原来去得到100的这个成果，你的质是质，就是你是50，你努力的原来是50，你质嘛是质。就是搁较好亲像无遐尼丰富的文字才情，你得到是10，你得到去摕到的成果是10，安尼你共款嘛是有质的即个价值。伫个天父上帝的心目中，咱每一个人无论啥物款的文字才情，拢是有价值，而且即款的价值拢是平等的。咱的天父未大小嘛，所以迄个领5000的，甲领2000的，相款平平得到主的学乐。咱即摆搁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，迄个领10个。伊努力的是得到2的时，叫做20%。准讲你得到的是10，你去努力的是干那6的时，叫做60%。总是若是你得到100的文字才情，也是资源，你努力的原来是100，或者是你得到的文字才情是10。你努力的得到，原来是10，迄个值是1。那用另外一个方式表现，就是100%，100%。柯老师是毋是安尼？数学老师伫头前，所以文字才情，咱来体会，这是真宝贝，是对天父上帝予咱的赏赐。咱都爱专心全力去发挥，咱会成做一个好个尽忠的萝卜，迄就是真负责任、真全力拍拼的一个萝卜。所以是安怎？伫即个譬如内面，迄个领5000甲领2000的，平平得到主人的学乐。对安尼。咱伫29节即个结论，咱都爱真注意，因为迄个已经有诶要互伊有出，总是咱看到下面，就是伊所领受诶文字才情资源真丰富，10万，毋过伊毋去努力，拍算，伊诶结果是0诶时。无会连伊所有也要甲伊摕起来，这是值得咱真爱提醒咱家己的。文字才情，也是你的成果，也会成长的开展。咱看迄个领5000的，伊得到5000，伊要交互主人，主人无甲伊摕，
而且佫甲另外迄个领1000个，甲赶出去外面，迄个1000佫交互迄个10,000个，所以伊的资源、伊的温室财前变做11000。以后伊继续努力，变做11000个成果的时，伊的价值显现，伊的温室财前在成长，也是迄个领2000的相款。伊得到2000加落去，变做4000。后来叫拍拼努力，原来得到4000，伊的价值显现伫主人的心目中，这是好过真重的路步。所以，咱的温室财前会成长，会进步，咱的成果也会加添。伫这个譬如内面，咱会通看，这个真要紧的这个功课，伫这个中间。伫这个结束的前，我要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大神前的院长林丰信牧师捌讲的，我听了真趣味。伊讲伫美国有一个州，有一族的印第安人。咱知影伫美国因遮的印第安人，因拢有迄个保留地。结果伫即个奥克拉荷马州的即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内面，发现石油，所以真侪石油公司就去甲因交涉签约，甲因租迄个所在，然后来开采。所以咱看到即个道洋顶面有一只汽车，用即个印第安人的头目伫遐来表现。咱就要倒落去一个。平衡长老大家看卖啊要安怎？即卖噶，安尼真好，拄啊好，叶秘书伫咱中间吼。咱继续，咱个礼拜吼，无要紧，咱个叶秘书伫遐咧说法。咱讲到即个印第安人的即个头目，伊所有的即个地是上大的，总是即个石油公司要开采来甲伊签约的时，伊所得到的即个报酬，也是讲金钱是上济，所以即个印第安人的即个头目有真济推销员。要来甲推销物件，咱看到即只汽车，这是凯迪拉克的汽车，古典型的。迄个凯迪拉克的迄个推销员去甲即个印第安人的头目推销即只车，总是即个印第安人的头目，伊感觉讲，我都无需要开车，我也袂晓开车，伫咧山顶。即个车无真方便，我若会通坐我的马，起落落，无论什么款的路拢真方便。毋过即个推销员真厉害，真会讲话。伊甲讲吼，美国的总统原来开凯迪拉克，凯迪拉克是美国车，当然美国总统的车较无共款。你若买这个凯迪拉克的车，你甲美国总统平等哦，哇！迄个印第安人的迄个头目听了话，真欢喜，讲好，安尼我就甲你。结果伊买这个车，因山顶也无驾驶班，伊嘛袂晓开，毋知要安怎用这只车。
迄个推销员嘛无负责任，嘛无甲教，无送伊讲去驾驶班学开车，拢无。结果咱看到即个印第安人头目，伊安尼处理，哇，伊真巧，伊用2只马牵伊头前，然后来拖一只车。其实迄真无方便。美国开车甲咱共平，即个印第安人的头目，伊也毋是倒手歪啊，要用迄个鞭拍迄只马，就爱刷出去迄个窗仔门外面，安尼真无方便。即个路嘛无遐尼好，无像咱伫平地有迄个平路。总是，伊就感觉讲，我安尼甲美国总统共款，真欢喜。有一日，有一个白人去来山顶看到伊只车，讲：哦，你这只车真赞呢，260匹的马力的车。迄个印第安人的头目，伊毋知影啥物是260匹的马力，毋过伊听到260匹。佫有 horse 伊掠做讲买即只车爱驾260只的马，非常生气，讲即个白人实在是真奸诈，爱送260只的马，竟然拢无互我，连一只都无，我家己都爱佫出2只去拖迄只车，非常的生气，伊就叫人甲迄个推销员讲，叫伊就爱来处理。迄个推销员就来，然后问即个印第安人即个头目讲：锁匙伫倒位？伊根本就毋知影锁匙伫倒位。当时可能即个推销员嘛无去咧山顶，就叫人送车去。然后伊就带迄个副驾驶的迄个头前遐摕出使用手册。锁匙伫内面，伊就甲开落去，哇，就发动，然后车就真方便。当然马仔先放喺下面，就通真方便开。林丰信牧师讲即个故事的时，我印象真深。今仔日我直接讲，毋是咱要笑即个印第安人的头目。你敢知影马力啥物意思？有人知影啥物叫做马力？安怎解说伊的定义？我是要准备这篇讲章的时，我才去查，啥物是马力？就是一只马伫1秒钟内面将75公斤的物件提悬，也是拖头前1公尺，迄叫做马力 （horsepower）。迄个印第安人的头目，伊根本毋知影即个代志，伊敢若听到 horse， 伊就想讲爱有260只的马互伊。所以咱毋是要笑即个印第安人的头目。伫年头开始，我讲即个故事，是要互大家想一项代志：咱有辜负，还是误用？也是浪费天父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赐财情啊无？你毋免甲牧师讲，你家己想看卖啦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我确信天父上帝有予咱无共款的恩赐财情。这就今仔日主要所讲这个譬如。咱来反省检讨咱家己，新年开始嘛，咱2020年全新伫头前，咱做一个检讨。若是无，真感谢，继续努力向前。若是有，咱有辜负误用，也是浪费天父上帝所予咱的恩赐财情。咱会通调整，会通改变。
咱无牧者已经年外，是毋是？这是上介好的机会呢。有时啊，咱有牧师的时吼，代志拢是牧者咧负担。咱掠做讲啊，都有牧师啊。即摆咱无牧者，拄啊好是咱大家认真努力，互咱的温书才情活用发挥的机会。当然，我是要甲大家提醒，毋是讲牧师来，恁就不是爱拢总放互牧师去，毋是安尼。当牧师上任的时，我真爱甲我的会友讲，牧师上任做咱教会牧师，咱各位兄弟嘛都爱誓约，你知影无？你誓约就是讲，我要上任做基督的门徒，都爱努力将你的温书才情发挥。一间教会，毋是干那牧师，也是几位长老，都会通伫遐依持，都爱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尽咱的气力，发挥咱的温书才情。早起我8:50左右，就已经行入来这个行啊。总是咱的妇女师班已经在练习啊。最近天气较冷，不过伊嘛足拍拼，真尽本分。感谢主，咱每一个人拢会通安尼。基督门徒的活命，都爱有实践，也是讲都爱有行动。若无，迄是无真实的。咱有信靠咱的天父上帝，总是这款的信靠，空嘴保持是无路用，都爱有行动。咱的生命得到改变，咱爱追求成长，毋是天地原地，干那伫遐心酸，还是伫遐埋怨，干那会通为着遐做出改变有成果。会遐个兄弟来拍手，毋是安尼。咱看到即个图的正手边，迄是光复大安教会。光复伫咧顶年的9月淹大水，恁会记哩无？毋捌有即款的情形。因伫8月时，一个新的传道到伫即个教会。本来10月初一要放牧上任，不过因为淹大水，所以伊的放牧上任延到伫10月30。10月30，11月30，延到伫11月30。我特别去参加这个感恩礼拜。咱看到正手边，迄就是花莲的光复教会。花莲光复的大安教会，你有看到画一个白线，然后写120公分。迄伫40多年前，我甲另外一个黄志宏牧师做伙努力去起这个拜堂的时，我特别甲这个地基提升1公尺外，所以这届淹大水。这个拜堂无淹着水，你知影咱光复街啊，淹水淹甲真严重，土沙结足够的。总是迄当阵我嘛毋知影是啥物原因，提升1公尺外，所以变做厝边隔壁避难的所在。感谢主。另外就是这个新的牧师，伊11月30放牧，伊甲伊的牧师娘。拢有社工的背景，因8月派去光复，9月就淹大水，因随时发挥因过去的经验，社工关怀的经验，对伫厝边隔壁真需要的遐个乡亲做真好的协助，所以这个中华福音协进会1919用因的拜堂做基地，伫遐
到处去帮助遐有需要的人。这是上帝的恩典。总是咱也看到，对过去到即马这位潘牧师、牧师娘，因拢坚守本分，尽力发挥各尽其职，互上帝的事工得到圆满。我捌讲起，咱的活命有3款无同款的形态。头一款就是自我管理的活命。我行我素，伊想要做啥就做啥，所以活命内面无有主耶稣基督，伊的活命内面充满混乱不安，这是无信主非基督徒的活命的状态。另外一款是已经信主，检查你已经洗礼，你嘛有去拜堂参加主日礼拜，总是你无真甘愿将你的活命交予主来掌管。咱这个图是学园传道会有一本福音小册，叫做4律，检查各位捌用过的图。伫咧圆箍仔内面写伊啊，就是你生命内面的宝珠。拄则咱看到的这张图，非基督徒伊阁继续坐伫伊的生命的宝珠的内面。即摆咱看到这张图，虽然已经信主，毋过伊嘛毋肯将这个生命的宝珠交予主来坐，伊甲咱的主伫遐抢伊啊！我毋知恁以前青少年时捌生过抢椅子的游戏无？有的基督徒继续甲主咧耍抢椅啊的游戏，所以迄个时阵，游玩伊的生命内面原来乱七八糟，伊毋肯将伊的生命的主权交予主。总是我爱甲各位兄弟讲一项真要紧的代志。保罗先生伊的信仰告白就是讲，安尼无论什么人，若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旧的已经过去，但拢总变做新的。这咱拢知影。有时啊，你甲你的亲人朋友、同事同学、厝边隔壁在讲你的基督的信仰的时，伊会甲你应讲啊，所有的宗教拢共款啦，款神，是毋是安尼？你捌有即落经验？总是我爱甲大家讲，主基督的信仰毋是款神。主基督的信仰是要改变你的活命，亲像这个保罗先生的信仰告白，伊原来是到处咧掠基督徒的人，毋过主会光照伊，伊的活命改变了后，伊变做一个认真传福音的一个使徒。你信主了后，你若是改变你的活命，你真做好人，做好代志，迄是自然而然的。你毋免去努力讲，你想要做好人，要做好代志，毋免去努力，因为你的活命就已经是变做亲像主的本质共款，毋免勉强，毋免刻意讲要去做安怎，毋免。我讲这是附加的价值。你信主了后，你的活命改变，翻转了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然后你所领受的，自然就显现出来。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下面，咱的生命会变做，咱迄个宝座就是主坐伫遐，坐咧做王。带领引带咱的一生，
咱若顺服，咱会蒙福；咱若谨守本分，尽力而为，各尽其职，咱会甲主同欢喜，伫伊的国度来享受最伊要互咱的福分。拄则咱的宣调用诗篇第1篇，真好的一篇诗篇，在提醒咱伫主基督内面的福分。讲到咱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未打紧。上好就是最后一句，讲会凡事亨通，凡事亨通。你的人生如何？新年开始，咱向着2026年全新还未开始的2026年，你毋望坎坎坷坷，也是毋望凡事亨通。咱就能够重新做一个决志，新年开始，搁再做一个决志。主，我愿意谨守本分，尽力而为，各尽其职。咱尽心尽性尽力尽力，用全心全力来服侍咱的主，服务咱的兄弟姊妹，也是乡亲同胞，也将这款好的福分分享伫咱的厝边隔壁，咱的工作的所在等等。新年新愿望，这就是咱的愿望。所以拄啊，我有讲到，咱即马无牧者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有时这是咱的福气。有的教会过去我伫淡江中学读高中的时，连业庄长老带阮做野外主日学，有几个所在吼，伫位啊8里拢有。啊，我有一年分配着8里，所以透早去渡船头，食一碗鱼丸，食一粒包仔，即摆已经无几啊。啊，坐船去对面。啊，教野外主日学了，去8里教会，毋是即马起的即个新的建筑，是过去有一个亭真大、古早式的拜堂。迄当阵有一个黄牧师伫遐，黄牧师是兼职，毋是全职。伊住伫邦桥，啊，拜六礼拜才来即个8里教会。即个黄牧师吼。哦，足专才，伊家己书会，吼，家己抒琴，家己讲道，听讲头前的伙嘛伊插的，阮伫新行业有学插花哦，阮有社团教插花，因为后摆无条有需要啊。我当毕业去迄落庄卡20几个兄弟，大部分拢长辈啊，啊，就是你对头做到尾啊。啊，有一届有一个原住民来做礼拜，我高中生，牧师叫我徛喺边仔翻译，翻做法务。伫即款的情形下面，你想看卖？遐兄弟有法度得到操练啊无？有啊，有啊，哈？啥物代志拢牧师咧做，兄弟有得到操练？应了伤紧，无啦，无法度得到操练。教会是咱家己的，教会什么意思？教会就是。受主呼召的一群人组织，或者教会，毋是即间拜堂，即间是拜堂。所以有时啊，咱看外面的资料写讲淡水老教堂，是毋是？因未写讲淡水教会啊，因为迄是一个建筑物。教会的意义就是在伫咱，在伫你，
在于我。所以，咱毋是要去教会，咱是要正做教会。题目是客话讲，知影无？阮做兵的时阵，头份班长讲啊，拢甲阮讲题目，啊，我毋知影啥物是题目。新年新的愿望，谨守本分，尽力而为，各尽其职，互咱的淡水教会愈来愈成长，愈来愈发展，互侪咱淡水的乡亲、同胞、你的厝边隔壁、你的同事、你的同学，拢会通来认捌主耶稣的福分，也领受主耶稣的恩典。这是咱的祈祷甲努力，咱三甲来祈祷。疼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的恩典遮尔丰盛。你守护阮每一个人，拢有无共的恩赐才情。天父，恳求你，互阮通过今仔日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，来学习，愿意尽阮的本分，尽力而为，各尽其职，互阮的教会会通成长，会通引带更较侪的乡亲朋友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成做你的囝儿女。这是阮新年的愿望，互阮会通伫主所差遣，阮伫憔悴的牧者来到伫阮的中间的时，得到更较好的引带，继续努力向前迈进，互阮的教会进入无共款的情景，有更较丰盛的成果显伫你的面前。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